过来关心政治消息，时代力量立委林挺祖昨下晡宣布要退党，将以无党籍的身份参选后一届立委，并且表态支持总统蔡英文连任。在去接受广播节目专访的时，林挺祖承认讲，伊无法度接受党中央的长途不决。党的决策敢是何者立委黄国昌控制条例？林挺祖呢，伊无讲，只是再三保证讲，伊未加入民进党。 结果是立委林挺祖成变心，宣布退出时代力量。伊接受广播节目专访的时阵，伊承认讲8月7日参加党的决策会议了后，伊就决定离开。我们认为支持蔡英文最能符合国家利益。党中央一直坚持说，例如说还要看民调，那个民调我们有一些科粉的重叠度。后的赢护者是黄国昌吗？你这个问题就在害我。你离开时代力量就是等于是反黄国昌嘛，讲白一点。 我觉得要去他的科粉那么多，应该是说我要去做真的我觉得可以做的事啦。退党敢是针对黄国昌辩论时真敢讲的林挺祖真保留，甲讲坚持选举甲民进党合作，团结对抗中国。既然认为家己号名时代力量失去力量，敢会投靠民进党？那民进党人有打电话邀请你入党吗？ 其实大部分是安慰比较多，非凡第一时间就打给我了啦。但是我不会加入民进党。大家说是不是？林挺祖不再是4年前徛伫蔡英文后壁伫举手的人，伊想要做蔡英文拼连任的推手。伊坚心甲时代力量分开，道不同不相为谋。